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早已耳闻台中东市有个客家食物给。究竟什么是给？今天我就请当地的张大姐为我们介绍，在东市几乎每个妈妈都会做的常民食物给。客家人是算是在做田啊、做山啊，那种腌制这个啊，你要是回来的时候就比较方便啊。说你要吃的话，挖出来就可以马上可以吃了，又不用煮啊。通常是什么时候会做比较大量的给啊？现在的时间做刚刚好，你做到过年的时候就可以吃了，就送礼。帮张大姐切完制作给所需要的肉条，再加上适量的红曲、豆豉以及米酒，充分混合后放置2个月，就成了东市客家人便利的家常菜。我跟泰仔合力完成的这个给啊，现在成品在这里。我比较好奇，这个是要怎么样拿出来啊？用一个秘密武器来拿，来用这一支。这是钩子吗？对，要用钩子把它勾起来。现在的人是用这个哈，以前的人是用竹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样勾，好。所以这个是直接吃吗？还是要配饭吗？还是？你要配饭也可以啊，这个本来就是要配饭的啊。既然可以直接吃，那我就不客气喽。吃起来苦苦的，就是那个苦苦的味道是有点像中药的那种苦苦的味道，然后也有一点点像猪肝的味道，可是比较涩一点点。比较涩吗？比较涩一点点。所以不是这样吃吗？我们吃是有配那个姜丝，还有要醋。原来给发酵完成之后不能单独吃，难怪张大姐看我皱着眉头，笑得如此开心。现在我这个有加姜丝，还有九层塔、白醋，你试看看那个味道又不一样了。好，有没有比较香？哦，这个口感好好吃哦！刚刚吃完啊，那个醋啊，还有那个姜啊，把那个腥味都去掉，反而是这个肉啊是非常的香，非常的甜。当年客家人移居东市，多从事伐木等耗费大量体力的职业，需要高热量饮食，也因此演变出这道独特的给。这次在东市这个不一样的客庄，尝到当地特有的食物，真的令我眼界大开。